来关心疫情，顶礼拜新冠疫情是超过5000个人去看结果急诊，有33例重症，4个人死亡。另外120个个案，嘛有新增加3例，拢是还未满3个月的红婴仔。国内第7波新冠疫情欠悬，疾管署公布顶礼拜全台新冠门急诊有5800多人次，比前一礼拜增加将近8成，已经连续4礼拜上升，是今年上悬，增加33例重症病例，4例死亡个案，重症甲死亡个案依然是65岁以上老大人较侪。不过，重症个案中出现一个4岁囡仔仔本身无慢性疾病，毋捌做过新冠疫苗，伊5月初确诊新冠并发肺炎大心肺，目前依然伫交护病房治疗当中。目前的话，他是住院了这个第3天，那他现在的这个意识是清楚的，那已经退烧了，不过他还是有这个喘的症状。今礼拜也增加3例80本土病例，拢是年岁未满3个月大婴仔。今年已经有14例80确定病例，拢是本土病例，创6年同期新高。其中东部的查某婴仔出事8日了后发病，目前要伫住院治疗。评估还是跟国际上的疫情有关哈。今年不管是日本的这个疫情跟美国的疫情都相当的严峻，尤其是日本哈是创这个2018年以来8年同期的最高哈，已经超过9000多例，而且有这个婴儿重症跟死亡的病人出现。疾管署提醒80得病的风险，6个月以下婴仔上悬，无注疫苗，第4轮差不多1%到3%，提醒家长按时带婴仔注疫苗。另外，新冠疫情按算5月继续欠悬到6月，目前无法度确诊高峰落伫什么时阵，呼吁民众赶紧注这恩点是新冠疫苗降低感染了后并发重症死亡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